台湾文化咸酸甜，本土乡情出头天。你咱小敬爱来天，无语残园水歌青。树仔双枝牛无伴，路空小条酒牛仔条，有求必应四季春，朋友后会车倒转，伊也来坐，大树下东风吹，灵也是咱的，是阿公讲过的话。大家食饱未？食饱趁熬早，听台语学台语，大人囡仔拢欢喜。欢迎收听台湾文化咸酸甜。干巴嘞，干巴嘞，干巴嘞，你的歌声来来回。干巴嘞，干巴嘞，干巴嘞，将朋友传到满世界。大家好，真感谢咱空中的好朋友，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暗时7点，准时甲大家转到 FM89.9 收听由惠阳主持的台湾文化咸酸甜。咱这个节目是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今仔日的节目会继续绍介到甲狗仔有相关的俗语、谚客仔话。若是说笑团无语，培养好喙水，有新奇角色的囡仔兄，地位的伫山顶朗读文章，大山顶的囡仔时阵，府城小花蕊，古锥的三姊妹，甲小狗真梦中的俗语，透过因的对话，讲互咱听众朋友听咧。鸟仔甲狗仔的囡仔歌，今仔日就听这三囡仔来做分享，请大家都毋通走闪嘿。对歌声细玲珑，惠阳要带咱的好朋友，是对向时的歌声去听看陈三雅先生写词，广播界的先辈梁山兄唱的《风流阿狗兄》，欢迎好朋友做伙来收听。一个囡仔两只脚，三行四走车奔斗，车奔斗交着草，趴伫土骹骂骂吼。5天了后，游玩世界佚佗拍拍走。囡仔狗，囡仔狗，毋是笑就是吼。屁面过会亲像狗坐天，云顶拍练斗啊！拍练斗，这首囡仔狗的囡仔诗，是惠阳伫咧看着囡仔做伙佚佗、斗阵生活所发生的事件来结出来的生活诗。为什么惠阳会用着囡仔狗来形容囡仔呢？若讲到伫动物的世界，狗仔、猫仔有真特殊的地位。以同款互咱人类来所饲的动物来做比较，这狗仔甲猫仔并无亲像牛、猪、鸡、羊这些动物，必须爱当作是人类需要服务的精神啊。颠倒是咱会甲狗仔、猫仔当作独立的个体，甲咱单个的人或者是有生命的生物做看待。所以，咱常在会甲狗仔、猫仔诚做是朋友，甚至有的人甲因算是厝内的一份子。较早这狗仔、猫仔原本拢是野生的动物，不过即马却是大班无分寸，伫咱大的厅斗、客厅、房间，甚至是灶骹，伫咧晒太、阿爸也不用威。无法无天的沙野，这伫咧时代转变，
甲社会形态来讲，嘛会使讲是相当怪奇的特殊现象。就亲像有一寡是大人对囡仔足疼、足认真去甲伊好好养饲，但是无尽着甲伊看家的责任，对囡仔的天性放久在伊去，记在引起走跳拍摄。所以若是拄着囡仔甲囡仔咧耍的时阵，咱就会当看到囡仔的本性。好的时阵是好甲那黏天，若咧冤家娘济画配面就配面，讲通好就随好时时，一个手念伊好甲，袂输那鬼要去拖去，换一个心念伊是笑甲咱巴肚伫涂骹呢挪来挪去。这生活中咱看到的，应该嘛不止也袂少。听众朋友，无一定嘛是有拄过吼。有动物专家、生物学家，因捌用狗仔来做研究，研究这个狗仔敢有法度了解咱人的面所表现出来的表情，佮有感情的情绪。研究团队先训练这个狗仔，若是分得出人是伫咧欢喜，也是受气，因分辨得出来，就会摕这个物件甲狗仔奖励。结果，互狗仔透过银幕的测验，这个研究会显示，无论咱人的快乐也是受气，狗仔拢真正分得出来呢。凡说是狗仔，互咱人家家拢会晓看目色，嘛有法度人感受人的情绪。所以这狗仔的美测袂输互咱人。这狗仔猫仔拢嘛会知影主人对伊是友善的，也是歹意。所以惠阳伫遮嘛要奉劝咱要饲宠物的朋友就爱时常用笑容对待因赶快嘛会用微微笑的方式，对你来安尼相对看。上界重要的就是，咱若要饲，就唔通黑白甲放生。若是会当，上好是用认养的方式来代替买卖，安尼山狗的问题就会较减少咯。讲到囡仔，袂输那亲像狗。惠阳今仔日阁特别要甲咱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迄一天，有人伫面册顶悬问惠阳：这拄出世的囡仔，拄出世到也未大济的囡仔，因所穿的连身衣、包屁衣，台语是要安怎讲？根据惠阳所在的，我有问过一寡老大人，因讲这种连身衣、包屁衣就是叫做狗仔衫，毋知咱听众朋友敢有别种的讲法，所以这狗仔甲咱的生活敢是有真密切的亲近呢。武侠小回绿，招恁讲俗语。我是武侠小回绿，招恁做伙讲俗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侠小回绿的大姊谢天意。我是二姊谢清温，我是小姑姐细粒仔姊维维啦。今仔日阮三姊妹要来讲故事，互听众朋友听，是啥物故事呢？就是乌兔仔甲白龟的走标，伫一个日头赤炎炎的透中岛，有热爱运动的白龟。穿着伊迄领上界ผ้、世界水的牛壳衫，伫溪边运动兼散步，沿路欣赏美丽风景，一支牛喙开甲大大海，笑着透早来去洗菜市，买鱼买果子，顺爽食薏米。白龟哪行哪唱歌，心情真正是一级棒的好。就伫这个时阵，住伫草帽仔内底，乌兔仔噗噗跳，噗噗跳，雄雄冲出来，
对啊，李莎莎，哪笑哪讲？喂，你行这慢，是要行到伫当时，才会到你要去的所在啊？白姑就讲，一步一脚印，我定步了了行，行出好心情。凡说有一天，我白姑才会出名。这时阵，骆驼啊，手插个讲，你会出名，好，莫笑破人的嘴，害人笑甲涩去。两个伫遐一句来一句去，讲甲明暗暗高手去。过路的鸟咪啊，喵，我来做公亲，叫因归去走表比赛，莫伫遐花草内底放炮，吵死人！看下高楼走，就会知输赢。现场嘻嘻哈哈，不知啊老练，一声比赛开始。骹手咩了的乌兔啊，咻，1万里啊，就到远远的迄丛树仔骹，看到个咧慢慢啊扫的白龟，心内煞咧想讲，这只目扫龟百面书，但我绝对是稳赢，哈哈！乌兔啊，就安尼靠势，趴伫树仔骹换换滚，等甲伊精神起来。白龟已经飞去到山坪顶啊！乌兔啊，看一个目屎流目屎滴，心情活蕊乌白状。袂输小狗真懵空，乱冲乱撞，一个无细哩，煞去弄着大树，弄一个死昏去。姐姐啊，咱毋是咧讲白龟甲乌兔啊走表比赛吗？嘿啊，哪会讲对？小狗真懵空去诶，迄句话是啥物意思啊？哦，我有听到哦，微阁有问题啊，对毋对？这小狗真懵空，这个懵空就是咱台语的墓穴，伫这个墓穴去拄到一只掠狂的小狗，伊咧乌白走乌白撞，撞来撞去，撞入去懵空的内底，就那亲像咱国语咧讲的没头苍蝇。嘛会使讲一个人做代志真急性，想到遐做到遐，一点仔目标甲方法拢无的意思。哦，就亲像白龟，伊的目标就真明确，要爬去到山坪顶。虽然有较慢，也毋过伊一步一脚印，到尾啊，嘛是会到达伊的目的地。哇！微微目标就是要大好管，变甲水。微，想要大家管，水当当，但先你着爱先3顿拢爱正常，食较营养的，才会大汉，还可以当变甲水当当。微哟，你拢上爱食炸鸡、汉堡、甲薯条。嘿啊，我最爱食。微啊，唔通干那拢常在想要食钱的物件，青菜爱加减仔食，营养才会平均哦。毋过我无介意食红菜头，嘛无介意食大肠啊，真济物件阮拢无爱食。微，你想要变到水当当，老师的话你着爱听哦。好啦，我会听话，安尼我才会水当当。会啦，天宇、恩，微，恁3个若大汉了后，一定拢会水当当。耶，我会水当当。啊，对啊，微，妈妈讲，营养要经过炒米粉，互咱食。有个神经龟哦！我想要吃4条炒米粉啦。微，老师拄则毋卡打讲煞尔，你着随袂记哩啊哦。啊，对好，老师我想起来了，爱食健康，搁爱食营养，才会水当当。对啊，阮才会水当当。来哦，爱听囡仔歌的人，紧来
就爱听，我来呀！赞培培上乖上认真，那安尼今仔日就互恩恩来念囡仔歌的歌词。今仔日由着我恩恩来甲大家分享这首王金选老师编写的《鸟仔甲狗仔》。今麦我先来念一遍。一只鸟仔飞到门口，弄着狗仔，狗仔飞，鸟仔吼，鸟仔吼，狗仔走。我嘛要念。一只鸟仔飞到门口，弄着狗仔，狗仔飞，鸟仔吼，鸟仔吼，狗仔走。咱今麦就来听这首王金选老师写的《鸟仔甲狗仔》。一只鸟仔飞到门口，弄着狗仔，狗仔飞，鸟仔吼，鸟仔吼，狗仔走。一只鸟仔飞到门口，弄着狗仔，狗仔飞，鸟仔吼，鸟仔吼，狗仔走。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这首囡仔歌，恁会晓唱啊无诶？毋知影咱听众朋友敢有甲今仔日的俗语学起来？若无，带阮阁念一解。小狗真忙空，小狗真忙空，无语爱定定讲，才白彩云才互咱用。咱后一回空中再会。祖先师爱谨记，现代诗爱明理，海洋性多言语，有尊严讲无语。我是台语诗囡仔歌创作者那淑晶，我伫詹门溪电台招你做伙讲台语。36母语，母语讲好去。听囡仔讲故事，这囡仔声，互咱的心情嘛照轻松欢喜起来呀呢。煞了，咱过来讲台湾有智慧的俗语。即马惠阳先来讲的这句：三脚鸟，笑一目狗。三脚鸟，笑一目狗。这句俗语的意思是伫咧讲，譬如家己甲别人拢有同款的缺点错误。除了这句三脚鸟笑一目狗，阁有一句龟笑比无尾，比笑龟头短短。龟笑比无尾，比笑龟头短短。甲三只脚的猫咪，一对目睭的狗仔，平平拢是有残缺破相的意思。这嘛是伫咧形容一个人学艺无专精，未堪伫使用的意思啦。若是两个差不多拢白烂的人，互相咧指责对方的不是，这就真正可比是三只脚的猫咪踢笑剩一对目睭的狗啊。那在咱华语伫咧讲的，就是50步笑100步。这句俗语，互惠阳煞想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安尼：一只乌鸦
双在飞伫猪条的4颗链长，对着猪条内底乌猪啊，甲笑，哪有遮歹看的猪啊啦？有敢若虾米的，歹甲有够招魂的。即只互人关伫咧猪条的猪啊，因为走袂紧，嘛无才调人飞，大概互乌安尼甲笑，简单只有忍耐。毋过伫边仔的迄只白狗，就替即个猪啊抱不平，甲猪啊安尼讲：猪哥兄，后边即只乌鸦若搁甲你笑吼，你著甲问是安怎？你毋家己看你家己生做啥物形啊？即个故事的对话，敢是嘛咧说明讲，咱人永拢是看着别人的歹，无看着家己的缺陷，无看着家己的无好的所在。就是咱华语所咧讲的“马不知脸长，猴子不知屁股红”，就是唔知影爱自我的反省检讨。咱人做人是安尼吼，若是做人是安尼，可能人缘会无甲偌好哦。若是讲到人缘哦，这什么代志拢足爱计较，嘛是会顾人怨，使人烦呢。即马费用就来讲即句华语伫咧讲的，凡事喜欢斤斤计较，就是什么代志拢算甲斤，熬计较的俗语。抱到过河镇也要钱，抱到过河镇也要钱。若要解释这句俗语的意思，费用要先来讲一个故事，互咱听众朋友听。一只鹦哥飞转去树林探访伊的亲戚朋友，所有的鸟啊，就安尼叽叽叫叫，做伙咧食饭的时阵，大家就伫遐咧开讲，伫遐咧话仙。这时阵，鹦哥就开始点伊筋骨水当当的芒草。讲伊伫咧市内生活甲有偌富裕，就有偌富裕，食到偌尔好的饲料，主人是安怎甲伊整理伊的芒草，整理甲水当当，搁甲伊做伙咧佚佗。一只独树鸟就安尼讲：人类对你遐尔好，是对你有企图。即卖人拢嘛足爱饲宠物，饲宠物来显示伊尊贵的身份。伫边的家人就用伊清气足好听的声，哪讲哪笑，就是啊，人类是甲你当作无聊的时阵，你是伊的佚佗物啊，伊的宠物，伊毋是真心对你好的啦。等你若老啊，芒草体死行，无水啊，舌头啊嘛梢声气的时阵，凡事伊来甲你放生哦。因哥听到大家的话，感觉真有道理，就伫伊转去人类身边的时阵，就开始变甲无温顺，变甲真爱计较。食物件的时阵，迄品质是要求甲愈来愈悬。因哥伊心内咧想，反正主人简单是要甲我做无聊的时阵的伴尔。渐渐，因哥变甲真克制，人类无法度忍耐的情况之下。怎过去甲放生，甲放杀，互伊去外口咧流浪，家己咧生活。这只鹦哥感觉足后悔。这只鹦哥就安尼讲：若是我当初莫遐爱计较，莫遐爱安尼离落，生活就袂遐尼凉薄啊啦。因哥受到其他的鸟只的话影响，变甲真爱计较，所以遭受人类甲伊放弃放杀。若做因哥，伊有家己的主见，莫受人家干扰，变甲只爱计较，就袂受这种互人家放生的痛苦。这个故事嘛，互咱了解，其实爱计较的人，永远拢袂欢喜快乐。对人较宽容的，凡事你嘛会发现到这个人生有真济多彩多姿的乐场。做人爱较有度量，腹肠较快，莫亲像抱到过河镇也买钱，遮尔爱计较啦。
小楼昨夜又东风，孤孤不堪回首我明朝。摇篮又轻盈又在，只是自然改。问君娘又去倒手，赤丝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孤孤不堪回首我明朝。摇篮又轻盈又在，只是自然改。问君娘又去倒手，赤丝一江春水向东流。山笑团无语，培养好水水。宜咱大家水水好，家人保暖就免烦恼。今仔日伫节目当中，要来朗读互听众朋友听的囡仔兄，伊是一位天真、高正勤学习的台南新市囡仔。因为厝内的大大细细，生活当中因就是不管是用台语来做对话，所以费用甲朗读的个体互伊，伊就对文章内底的故事真心用心去体会，嘛会甲因厝里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讨论，所以伫真紧真短的时间，就有法度掌握到文章的意见。咱即马就来甲听看，即个新市囡仔第位个朗读的一篇文章《大山顶的囡仔时阵》。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新市的囡仔兄郑伟个。今仔日要甲空中的好朋友分享台语阅读的趣味，对文章内底看到无去的水。即马我就来朗读这篇《住伫山顶的囡仔时阵》。住伫山顶的囡仔时阵，作者洪秀芬。阮阿公阿嬷住伫山顶，遐个路弯弯翘翘，路边有足侪种的树仔，大部分是果子树，亲像梨仔、桃仔、李仔、梅仔甲柑仔，嘛有山樱花、油桐树。一年四季，行伫山路看到的，拢是真水真水的景致。细汉的时阵，阿爸阿母透早就去上班，我甲阿兄也未读幼稚园，就留伫厝里，互阿公阿嬷顾。阮阿公做山种梨仔，迄时伫园林压水、落肥、拔草、剪枝、接花，三不五时，搁爱转药啊。逐工拢有
足济事头爱做，流汗流滴，才有果子通收成。园林较危险，所以阮兄妹仔日时拢对阿嬷的身躯边。阿嬷有一块菜园啊，种一寡菜通家己食。逐摆阮缀去菜园啊，着玉掠掠虫，烫只骹戳落个糜啊，算甲规身躯垃圾离落。阿嬷若压菜压好，骨头看到阮兄妹啊，拢会惊一条，随话声讲：“哎哟，恁两个哪会这敖上？”刷落来，水管牵过来，就对阮的骹呛落去。阮拢嘛笑甲噗噗跳，一直喊：“阿嬷，足凉诶！”我的手嘛要冲好凉凉凉。这个噗是一个入声音，伊的解说就是用刀子砍，咱咧讲的噗手啊。啊，还有第二种的解说就是不计后果，黑白乱做代志。咱来讲，哎哟，黑白忽，会使讲伊甲财产安尼忽了了，就是把财产挥霍光光了。啊，来还有逐工，逐工就是每天，但是逐工，这两个词若连续落去讲的时阵，就爱变调，就是变逐工，变逐工。啊来，即摆咱来讲着凉，这三字若连做伙的贴字词、叠字词，就是咱台语有三字连做伙，伊就有即个地高声，嘛是上介好的一个比较词。比较词来举一个例来讲，咱来甲这个门拍开，把门打开，就是安尼去把它拉开来。啊，这个门哪安尼开，开就是有可能伊去互风安尼甲伊吹，还是人小可去甲回着，啊，怎啊小可开。哎哟，大门开，听好恁的来。就是把这个大门全部都打开，开，看开，就是咱家门拍开啊，开就是小看开，就是稍微有一个区分，有一个区别，开就是把整个门规个门拢甲拍开，所以伊着开，看开，咱就会知影讲。倒一种上界开，倒一个是普通，倒一个是差不多，所以这个开，咱的台语若两字做伙，伊有这个比较的这个词语，就是稍微就是差不多，所以讲台语伊若三字贴做伙，含两字贴做伙，伊的意思的比较，咱就会当知影哦。毋过阿嬷可能感觉。阮伤过真，所以过来就真少带阮去菜园啊。毋过伫厝里，阮嘛袂无聊，两个人坐伫册房的涂骹放光花啊。有时是阿兄叫我做狗啊，我着用白，假是一只细只的狗仔囝，看爬去伊的骹边塞奶。有时。换伊假做我的喵咪，我若叫伊喵咪来，阿兄的真古锥一直喵叫，爬来我的身躯边，甲我撞枕头啊，有够猫的。阮两个定算甲毋知通休困，尾啊，阿兄甲阿爸阿母搬出去。家去读幼稚园，剩我家己住伫阿公阿嬷兜，伫山顶无伴的日子，我上介意阿公有闲的时阵，会使搬运机，载我甲阿嬷豆啊行山路，出去到大路边，遐有一间柑仔店，店内阿婆对我诚好。逐摆拢会摕糖仔互我食，所以我诚爱去遐。即马
我嘛离开山顶来到街市读册，想起迄段住伫山顶的日子，我也是足少年的，逐工都想要转去甲阿公阿嬷师奶，想要自由自在伫菜园啊拍拍走。啊，住伫山顶的日子，实在是我上甘甜的记忆。今仔日的朗读到这结束，感谢听众朋友恁的收听，再会，拜拜。这个星期的囡仔兄为个真正有够高，虽然有几个所在因为稿较无熟，念了较无顺，但是规篇的文章对伊的喙念出来，听到真有台湾气口。尤其伊伫角色的这个转换、变声的这个语气，变化了真有感情。家己发音变调嘛拢真好。凡是因为这个囡仔伫咧厝里，就是用母语咧做对话，所以为个伊咧讲台语就足顺耳嘛足亲切。特别是这篇文章是咧讲到作者伊囡仔时代生活点滴的过去，用着囡仔的角度去甲诠释来表达出来的感情。历史故事中的主角就是伫咱身边，敢是互咱听众朋友听到嘛对入去画面的内底。所以母语若要讲好，除了透过练习，上介好就是环境的重要。有环境，较有实实在在会当透过学习来练，咱的台语较会讲了足有道的。再要培养一个人的口才，就爱用什么方法来加强？有什么撇步美角咧？以培养这么侪当来的经验，上介好的就是爱鼓励囡仔去阅读。透过阅读文章，开嘴甲讲出来，这是上实用的方法。朗读是一门艺术，甲无声的文章，透过朗读，甲意思、甲语气表达出来。朗读的时，朗读的人爱注意什么的？除了爱运用声音的技巧，互文章更较生动有感情，引起着听众的共鸣。爱个注意的就是讲，咱咧念的时阵，毋通读了伤紧，伤紧家己发音会较含糊，凡是有人会听无。有时阵咱若念了伤紧，凡是嘛会家己去突出颠打。刷了咱爱尊重原稿，袂使黑白甲人改稿，加字也是减字。爱个配合文章的感情，调整声音的表情、速度，佮有音量。声音你若伤大声，也是伤细声，拢无介偌好。伫咧朗读比赛的时阵，咱要求就是咱咧发音，咱咧讲的时阵，爱注意发音、声调，佮有变调，这个问题。伫这个语气，咱咧断句，每一句话伊的分段，爱分好好势。要结束的时阵，爱渐渐来慢落来。伫咱的朗读文章要结束的时阵咱上好这要比赛的人，你小可要慢落来的时阵，咱来当小可摇头，看一个评审的差不多2-3秒的时间，若看人评审有小可有跟咱咧互动的时阵，咱较准备来做一个结束。还有上介重要的就是，咱要上台的清插就较简单，清气上整齐就好啊。这就是今仔日会要看咱听众朋友来分享朗读的技巧。我来念歌咯，互恁听哩。我是施炳华，我伫闸门溪电台甲你做伙念歌，唱出台湾上水的语言文化。对歌声玲珑细，对歌声优美的旋律，随你去找找故事中的画面。阮哪
哪会遮歹命？每日有路通好行，毋是西门町就是大稻埕。乌鸟陪伴阿狗兄，怀念的旋律，趣味的歌词。这首广播界先辈梁山老师唱的《风流阿狗兄》。足奇怪的吼，是安怎查甫的就叫做乌狗兄，查某的就号做乌鸟子啊。咱即马先慢者去开课，先来欣赏梁山老师的这首《风流阿狗兄》，培养声念歌词，互咱听众朋友做伙先来听。《风流阿狗兄》作词陈三雅，梁山演唱。手旁一杯是烧酒。啉了爽快该忧愁，想要带牛来做牵手，爸母所北地自由。咱两人实在有意爱，毋惊别人来阻碍。初恋糖甘蜜甜，失恋真艰苦。爱人啊，你是我的某，烧酒一杯又一杯。啉了爽快目尾水，想要带牛来做细姨。大母所北袂自由，咱两人实在有意爱。虽然熟悉酒场内，一切的阻碍总是爱忍耐。爱人啊呀，请你着等待。酒家小姐情意甜，啉酒爽快无地比。今暗你毋免惊，陪伴风流阿狗兄。咱两人实在有意爱，毋通笑我戆大呆。阮的心内细意啊，请你着忍耐。是安怎？我哪听这个阿狗兄都无足歹命，颠倒是讲好命，敢若皇帝。一个人若是歹命，哪有通出门着客停车的服务？费用就用这首歌词内底来讲着即卖消防客停车。较早咱甲号做台车啦，嘛有人讲做海爷，即嘛咱讲客停车。若是佮讲着即个看本机哦，就爱讲着咱的先民。伫较早有对长山过台湾，一艰苦的歹命人，为着要三顿饱，官楼火地无看瓦，艰急的生活，食甲大拢真大的问题。若是一命乌虎哀在死伫因路边，就真悲哀。所以伫迄当时，大家生活拢差不多啊，差不多。但会当用着趁食的本钱，看伫咧往生伫路边的人，伊迄歹命人，卖互因的面黄天，这就是看本钱的由来。即马时代演变，社会进步，咱的生活嘛真舒适。啥人会当体会较早的人是偌尼啊辛苦？尤其对长山来的，拢是离乡背井的男人，若是成功满面春风。做一个拍哩拍哩的乌狗兄，咱来听梁山的风流阿狗兄。
歌曲听煞了后，咱即马就来讲乐器啦话。今仔日惠阳要来分享的这句乐器啦话是：猫仔缀入去落布地无梦，猫仔缀入去落布地无梦。因为伫台湾民间的风俗，有死鸟吊树头，猫仔死了了后，甲装入去布地内面。煞落摕去吊伫咧树头的顶悬。这句乐器啦话意思是咧讲啥物？是伫咧讲猫仔已经互人藏入去布地，表示这只猫咪已经死严严，已经无命。这嘛有该正做无希望、失望的意思，就是无望啊。若讲到死鸟吊树头，听众朋友。恁敢捌听过死鸟吊树头、死狗放水流这个民间的风俗是安怎来的？惠阳就用一个故事来甲咱的听众朋友分享吼。伫咧古早以前，猫仔袂晓电威风，虎才会晓电威风。猫仔看到虎遐尼啊威风，看到树林内底所有的动物，若看到伊。拢足惊，实在足心善的，就拜托虎，甲伊教功夫，功夫教互伊。虎虽然是威风凛凛，上大的威胁哦，就是袂晓爬树啊。所以啊，这只虎就教猫仔两个条件相换，希望猫仔教伊爬树啊。但是虎惊猫仔无守信用。就去请伊的好朋友狗来替因作证。狗真相信好朋友拢袂伤害的，所以就大声喊甲虎保证。既然有狗作证，虎就甲典韦的功夫教互猫仔。谁知影猫仔一个学会晓了后，随念伊咻一声爬去树仔顶悬。伊甲虎讲：卡斯，我若是甲爬树仔的本领教互你。有一天，你若要食我，死狗，我毋着走投无路啊！讲煞嘛是共款，咻一个做伊走，虎真正有够受气的啊！想讲
好啊，无规去掠迄个狗仔来算账。狗虽然是一直拼命咧走，一直走，毋过后骹也是好甲伊夹一空。虽然好运倒出去好口，毋过空喙烂足久，拢医袂好。观世音菩萨看狗仔真可怜，就赐伊一片莲叶，互伊糊。糊的了后，空喙有影怎随好起来呢？狗仔为着要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救骹之恩，每一摆若放尿的时，伊就甲骹压悬悬，毋敢搁甲过垃圾啊！这只狗心内足怨气，足怨叹，互朋友甲伊出卖，为着要夺撇好的对杀。狗离开了伤心的树林，伊来到人的厝，要求人类甲伊收留。主人问狗讲：无你会晓什么本领？狗就真大声讲：我会晓替你顾厝，替你斗拍啦。狗搁甲伊过去替猫仔做证的经过，讲互主人听。伊惊伊若后边死了后，若是该带人涂骹，这好会甲伊的尸体拖出来食。所以伊就拜托主人，等伊若死了后，就甲伊的尸体甲放水流，好就闻袂着狗的气味。后来啊，这只猫仔嘛来到人的厝兜，猫仔对主人讲：主人啊，我会替你夹鸟鼠，请你互我带落来，好毋好？这个主人嘛真正互猫仔做伙带落来。有一天，这只猫仔煞发现讲：哎哟喂啊！狗仔嘛住伫遮呢，伊惊狗仔会闻着伊的气味，见摆若咧放屎了后，就赶紧用土甲伊的屎甲带咧，毋爱互狗仔闻着伊的味。而且伊阁会拜托主人哦，等伊若死了后，爱甲伊的尸体吊去树头，因为虎甲狗仔拢袂晓爬树啊。毋知影即种的讲法，互咱的听众朋友听了后，恁敢会当接受？毋过听故事应该是上赞的享受，也客家话爱当编写故事，这是惠阳上爱做的欢喜代啦。所以今仔日咱的一句猫仔缀入去落布地，无梦就是无希望。猫仔缀入去落布地，无梦。听众朋友有听甲足心实无？咱今仔日的节目有讲到的俗语是：三脚猫笑一目狗，三脚猫笑一目狗。搁有一句做人毋通凡事都爱斤斤计较的，抱到过河镇也要钱，抱到过河镇也要钱。刷了这天真可爱的三姊妹啊，虎城小花蕊，就恁讲俗语的小狗真懵空，小狗真懵空，用广告的对话，敢是嘛？互咱听到真有内涵。刷了爱感谢新市的囡仔兄内位个，用伊端直的口语，甲住伫山顶的囡仔时阵，这篇文章朗读互咱的听众朋友听。毋茫经过囡仔的母语学习，用实用的口语讲出生活当中做人处事，阁有在别的智慧啦。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咱这个节目是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客广播电台制作，伫每一个礼拜日的暗时7点 FM89.9 准时放送。咱节目到这告一段落，期待后一回再会。